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律心的爱豆日记簿。在这个单元内底，律心会甲你分享一寡日常生活的代志，希望会当甲快乐分享给大家。这无可能是我的脚踏车啦！准备开始。迄天，我甲我的朋友阿良食饭饱。等下敢要做伙去食冰淇淋？那呢，我先去牵车，等下直接伫冰店遐见面哦。我的脚踏车咧，我会记得我停伫遮啊。竟然互偷牵去，我要报警察。喂，警察先生，我的脚踏车互偷牵去啊！我伫捷运站边仔的脚踏车停车场。好，我伫遮等你，多谢你，麻烦啊。喂，阿良，我甲你讲，我的脚踏车互偷牵去啊！即马咧等警察来。警察到啊！我较等下才甲你讲。请问，敢是陈小姐？你的脚踏车是伫倒位无去的？啥物色的？你敢有锁？是粉红仔色的。我平常时就无咧锁呢。我就伫边仔食饭，想讲一时仔尔，应该袂互偷牵去。我会知影。好，袂要紧。你附近敢有找过？无呢，不过我足确定我停伫遮。好，我知影。那安尼，因为爱甲捷运站调监视器，爱先做笔录，你对我来派出所。多谢警察先生，若有消息再甲我联络。多谢多谢。今仔日哪会遮尔衰啊？阿良卡来呢，毋知影有啥物代志。对啊，我的脚踏车是粉红仔色的。你讲你看到一台甲我的车足像的车？我去看卖。我的脚踏车哪会伫遮啊？今仔日出门的时阵，天气无介好，我是行路去食饭的。安尼是要安怎甲警察交代？真正有够啥面子？警察先生，迄落我找到我的脚踏车，伫阮兜楼骹。我袂记得，我今仔日是行路出门，无骑车啦。电话中，警察先生甲我讲，因爱派人来翕相销案，所以就有这张相片。请大家爱记得家己的车停伫倒位，若是第一时间找无，嘛爱记得四界顺顺看看咧，才袂像律心共款。老高跋落树骹，真正老气哦！律心的爱豆日记簿第2集就到这，大家敢有甲律心同款袂记得车放伫倒位的经验呢？欢迎伫倒位所在甲律心分享哦！